三公主到底为何如此？因为我把你当自己人。韩少君，你能不能把我也当自己人？有什么难处你尽管提出来，我一定竭尽全力去帮韩少君排忧解难，任你差遣。三公主为何对韩某如此掏心掏肺？因为我想让你开心。让我开心？多说无用，反正我会用实际行动证明我便宜好用不粘人，包你满意。死了可就太可惜了。那个，你今天幸好是没去。妈，二姐今天太吓人了，我得回去赶紧吃点宵夜，喝点生姜压压惊。你早点休息啊。少君，你说三公主的话能信吗？能信。可我怎么总是觉着这是三公主下的套？你看，她平时就阴晴不定，喜怒无常，鬼话连篇。那是她心思单纯。此事涉及城隍图和我们平时通信用的火漆竹筒。能拿到这两样东西的人，怎么可能是陈芊芊这个草包？倒是二郡主陈楚楚，心思缜密。此事多半是他所为。二郡主害我，是因为两城交恶，她想趁此机会立功。可三公主为何救我们呢？难道她另有所图？应该是了。呀，难道他知道咱们玄虎城实力强劲，随时可以攻占花园城？呀，难道他知道咱们玄虎城子民富庶，存银充裕？而他一不图兵力，二不图钱财，他图什么呀？图我。啊！此女子钟情我，坠入情网了。那日她马匹受惊，是我挺身而出，她便对我情根深重，当街抢亲。大婚当夜，他就害您入狱，那是他为了救我才不顾名节，谎称有孕也要救我吗？他还在教坊司当众羞辱您呢。那他立马后悔了，他向我道歉，他还小意温柔。哎呀，少君，即便是三公主对您有意，可她就是一个草包，无才无德不说，名声极差，对我们有什么助力吗？我可以利用她夺得龙骨。那二郡主呢？您当初不是说利用二郡主吗？您说她是花园城最优秀的郡主，有望继承城主之位，得到她就能得到龙骨，得到乌石矿，对吧？我错了吗？现在看来，应该是三公主陈芊芊更得花园城主宠爱，还有几分小聪明。如果有我在后面推波助澜，定能堪当大任。少君，你也看到了，二郡主对我横眉冷对的，还设计害我，反倒是三公主陈芊芊对我百般维护。咱们何必舍近求远，放着好好的陈芊芊不用，去找那二郡主呢？此言，有理。少君，英明了。所以从头到尾都没有人现身，你什么都没查到，是吗？女儿无能。当然无能。
如今你打草惊蛇，想要再抓住对方的把柄，那就难上加难。是女儿失职，考虑不周。此事真的跟韩硕没有关系吗？却与韩少君无关。女儿也不知提供线索的人是什么来头。你呀，就是立功心切，才失了分寸。如今玄虎城派了个病秧子入赘花园，这事肯定还有后续。是，还请母亲息怒。做事如此不当心，让我如何放心将这城主之位传给他？城主，这二郡主已经做得很不错了，你再给他一些时间和机会，我相信二郡主定不会让城主失望的。可恨芊芊顽劣成性，碌碌无能，叫我对她没有半点指望。这二郡主和三公主感情颇深，如同亲姐妹。来日二郡主继承大任，我相信一定会照顾好三公主的，让她一生闲散富贵。但愿如此吧。小女儿是个草包，大女儿又是个病秧子，少城主一职，楚楚当得。郡主，明日三妹就要销假回宗学堂了，听说韩少君也会一起入学，你替我去跟裴思学告假吧。别啊，郡主，你也不能为了躲着三公主不去宗学堂。以小人看，你也该多和人见见面，说说话，散散心。老这样一个人待着，会闷坏的。再坏还能怎样？母亲早就忘了还有我这个女儿。妹妹也从没有把我这个废人当成姐姐。说不定三公主成了亲，就懂事了，不再找您的麻烦了。成亲就能改变一个人吗？那韩硕可真是功劳不小。等郡主您遇到了合心意的人，也会不一样的。我怕是没那个命。将我新修改的遗书收好。怎么脱发了？子年，快将门关上，不要让风吹进来。再将我准备的大麦、黑芝麻、黑豆、芡实、连须、核桃这些食材全都拿来。是郡主。